观众朋友你好，我是吴国清，欢迎收看今日11月18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咱赶紧来关心上紧的几项新闻事件。昨暗香港理工大学示威者和警方对峙几暝，透早有消息讲警方已经找到讲入去，不过警方讲应该也是固守。交通部观光局统计，扩大国民旅游秋天、冬天这两季补助的计划，上届加野就是台东、宜兰、花莲、高雄、和屏东。高雄一个8岁查甫囡仔，10支镜头拢红，指甲旁佫发炎，医生讲拍算是因父母管教了伤过头严。观众朋友，咱先来关心香港地局势上届新的变化。香港高等法院早起裁决禁服民法是违背宪法，不过针对香港人民抗议的事，敢会当服民是还未定案，11月20日才会开庭处理。昨暗香港理工大学四边抗议的人士和警方对峙几暝，警方出动催泪弹、水炮车，佮拿出一款音波炮，互抗议的群众听到迄落声的噪耳会艰苦。咱公司的记者张子嘉透暝伫咧冲突的现场，替咱报道上届新的消息。汽油弹直接牵伫咧警方的装甲车顶面，随导火烧起来，不得不退后。反送中抗争拖来到后园，香港理工大学为学术电动变成是战场。警方除了催泪弹之外，嘛派出水炮车，将白色甲蓝色的水条向示威的民众直转，甚至讲，佫头一届动用音波炮，用真插气的声音来甲现场发出警告。示威的民众嘛陆续甲汽油弹牵倒转去，现场气氛真紧张。港警和示威者催泪弹、汽油弹一来一回，这款的警民对立的场面，对17暗一直到18透暝都无停。2点多的时候是最激烈的。3点10分左右休息了差不多20几分钟，3点27分、3点半又继续攻击，那边我们就带回去，然后再询问你说，如果确认你是记者，然后就会放你走这样。跟学生稍微聊一下之后，他们下一步的动作就是说，警察如果敢攻进来，他们就誓死守住学校。公司记者张子嘉守伫咧香港理工大学冲突的第一线，带来现场的观察。警方包围理工大学，并且封锁校园的出入口，搁大家用催泪弹甲水炮车示警，想要突破示威者的封锁线。规暝冲突不断，校园内外一世界拢会当看到火咧烧，装啊甲喙甲鼻涂骹，白输战场共款。18早起5点外，有大批防暴警察甲向运道的方向推进。伫校校门口考试周边，最后各大名示威者，现场不断传来示威者喊叫的声音，搁出现一波的冲突。港警落尾发表声明，是伫向运道进行抓人甲驱散行动，并不是所谓攻入去校园内面。而且同一个时间，暴徒伫咧校园内面大量破坏放火，所以警方呼吁校园内面的人士马上离开。警方和示威者冲突不断，相持的时间嘛对20到暗暝，搁等下到日时，冲突是要安怎解决？恐惊短时间内真歹收煞。记者综合报道。香港警方针对理工大学四边清场，将示威的人士赶入去学校内，搁连街路都封锁。便若有人要对理工大学内底走出来，警方就会拿放催泪弹、拿抓人，甚至连少路经过的民众，有的嘛唔放人煞。现时人伫咧理工大学学校内底，学生会代理会长吴国宏就讲，目前因遐尚无还佫有500名抗议的人士，便若要行出去，就会互警方击出来催泪弹赶翻头。现在是早上8点半左右，一早呢，在这个理工大学旁边呢，就已经开始听到警方在释放催泪弹。就离理大校区不到100公尺的所在，无新鲜的空气，然后有高甲化袂开的催泪弹烟雾。现场伸手看袂到5支镜头啊，所有人拢互困伫一阵迷茫当中。港警出动大批警力，因为铁丝网内底一群走正紧的示威者，拍算为已经互封锁的校园逃出来。边仔的朋友非常着急，就希望把因的同伴救回这边世界。而在理工大学外的街道呢，有一群人就在街上走路，就被警方拘捕。只是理大外口的世界拢是警察，只要徛做伙，就会放催泪弹。但有的人的目屎不是因为催泪弹造成的，就因妈妈目睭哭到红红，伫人群当中一直找伊的囡仔，是毋是有伫遮？
所以他有回来，但是你们不知道他在哪里，这样。He's in Polytech, but I don't know where he's now. 透早尖东的商业中心充满肃杀的气氛，只要警方认为可疑，马上会当把人带走，无听任何解释。理工大学如今变成孤岛，大学外面敢若亲像戒严，警方徛满路口，想要掠送就掠送。记者林俊文、王祥中香港报道。香港理工大学者拍甲老火流地，香港警察用个包围甲封锁的步数，要让抗议的人士无地走闪。但香港的学术界是拢咧呼吁警方，都要当店赶紧放人。但嘛有民主派议员鼓舞选民讲，都要把连面要举办的区议员的选举当作一款公民投票，表现出人民真正的意志。轻骨那条汽油弹，裤脚瞬间光硬硬，示威者真出力抵抗，无要互港警入去。香港反送中示威拖去到校园，香港理工大学17爆发激烈的警民冲突，港警出动水炮车向准示威者转强的水条，并且发射骨大粒的催泪弹，校园一时间变成战场，引发学界的关心。包括香港大学、理工大学、科技大学等5间大学校长共声呼吁港警，互到伫咧学校内面的人离开，暗过煞互港警。香港界呼籲，請大家一齊出嚟幫一幫我哋嘅大學校園啦！如果唔係，我哋嘅大學校園就保唔住啦。學生煩惱講，若情形繼續惡化，恐驚會互着事件伫咧理工大學重演。到佇學校內面的示威者部分人士對蒙恩散步的校園順利離開，不過，還有真濟人想要對正門突破警方的封鎖煞無成，還有民眾調情，互人趕離開現場。理工大學校長丁金光是對我講，已經和港警交涉得到保證。If the protesters do not initiate the use of force, the police will not initiate the use of force. 香港自从发起大三罷了後，全香港的交通用得袂叮當。面對示威的衝突升級，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前幾天真罕見發表強硬談話，要求愛止暴制亂。負責主管香港事務的國務院副總理韓正、郭道南去親圳，和各界官員討論會議。若是香港區議會選舉24要登場，有民主派議員呼籲選民愛出門投票，作為變相公投，支持成立獨立調查委員調查港警的惡行，並且認為。這是一場關係到香港史上上重要的區議會選舉。記者綜合報道。政治水分明，早起中選會開始接受總統選舉的登記。親民黨提名的宋楚瑜和副手余湘兩人，在咧早起11點外搶到頭旗。刷入去代表國民黨的韓國瑜、張善政，嘛對佇後邊登記好勢。因兩個總統候選人攏有在咧現場簡單講幾句話，咱來聽看賣。民進黨傻傻的，老是迷惑在得民調得天下，但是我完全不一樣，我認為得民心才能得天下。所有的造勢場合，大家可以看得到，到蔡英文的場合等一個便當，到韓國瑜場合等一個人。天大地大，人民最大，不是政黨最大，絕不是把親民黨要的人擺進去，是要贏得真正的民心。人民最大，对这个名单，跟大家稍微卖个关子，到时候大家都会看得到，会有让大家眼睛一亮的第一名。宋楚瑜、韓國瑜這兩組候選人，攏是經在咧頭一日就去登記參選。蔡英文總統和副手賴清德當時才要去登記。蔡英文競選總部這邊是講，時間若確定，就會趕緊向社會正人報告。咱來看台中國際機場載人客運轉量一直咧增加，交通部當嘛將本地拍算到公元2035年的發展計劃拖延到2040年，投入的經費佫大大增加到756億。目前主要是要訓垮歇飛機的訂單，佫有改善接送人客的航空大樓。蔡英文總統和交通部林佳龍部長早起嘛去到台中參加動土的典禮。總統蔡英文甲交通部長林佳龍詳細聽取台中國際機場國內航廈改善工程的簡報，然後進行動土，嘛宣告台中國際機場的整建走向新的階段。開工
顺利，开利平安。民航局指出，目前台中国际机场的年容量有290万人次，目前可见的工程将到9点9亿进行国内航厦的整建扩充，预算伫2022年来完工，会使提高机场的年容量到369万人次。总统蔡英文表示，若是台中机场升级的起手式，佫个是中台湾发展的演进。台中国际机场有非常具体明确的发展方向。我们要以国际标杆机场的规格，来逐步扩建既有的机场设施，以及推动新航厦，那么国际的新航厦，那么民用跑道等各项设施。交通部表示，国内航厦整建扩充了后，旅运人次会使大大提升之外，交通部嘛将台中国际机场发展计划原本规划到2035年，搁再往前推动到2040年，整体投入经费为原本的248亿，升了到756亿。长期计划搁个是要来打造为年总量1000万人次的机场。最重要不是这个2035或2040的问题，其实我们现在就在做。好，是说到那个时候我们会做到什么程度？哦，那样的一个规划。那我们经济部现在就是把它扩大，哦，那而且加速，而且呢，我们也呢在预算上能够加码。交通部长林佳龙指出，机场规划袂使只有看目前的需求，目前采取每20年提出远景计划，因此延伸到2040年，因应旅运量的成长，目前除了新增加7个过暝机坪，以及国内航厦的扩充，长期嘛有新的航厦以及专业民航跑道，让台中国际机场成为大型机场的规模。记者台中综合报道。新北市立法委员的参选人李进英早起请出鸿海集团的创办人郭台铭本身，陪伴伊去登记。郭台铭伫咧现场嘛讲，拜托大家将少年家送入去国会。针对郭台铭的人马，竟然有的排伫咧亲民党，有的排伫咧民众党的不分区，万不利票若本开，当要安怎？台湾民众党的郭文铁主席是讲，因只有是继续创新变巧，来争取更较侪选民支持。这才是真正叫庶民了啊！自己开车自己来登记。家己赛车做运将，送家己人。新北市立委参选人李进英到新北市的选委会登记参选。郭台铭拿赛车拿讲，家己赛车来，这才是庶民。在咧大家普我声中，伊听家己的人，也毋望土城和三峡的经济会使有改变。我们一个人如果李进英当选，他有父亲李家进、卢嘉诚，还有我。这也是我的总部。陪李进英登记参选了后，郭台铭去互媒体问到，伊甲郭家军分别安排伫咧民众党和亲民党，民众应该安怎投呢？郭粉或者是果冻们，浅绿的，我想我们会让他们有好的选择。我是希望这一次立法院不要被一党独大，要2党都不过半，这样的小党才有生存的空间，小党才可以呢做一些。这个刺激性的作用。民众党党主席郭文哲针对亲民党的不分区立委名单有可能出现郭家军，敢会让民众党出现分票的情形？郭文哲并无否认，只讲爱继续创新。那这是我们每天要去努力的地方嘛，所以还是那一句话嘛，创新是唯一的出路嘛，就是说，特别对资源比较少的政党，你就不断的想创新，看怎么去寻求一个解决方案。为了改变哪里恶斗的政治局面，小党是正过来伫咧拼选民的认同，也毋望会使甲第三势力的力量组织起来，让更较侪少年人入去国会，促成更较侪改变。记者阿敏珍、陈玉水、戴秋维台北报道。财金上界新，为了争取海外厂商倒转来台湾投资，政府推出境外资金回转来台湾的专法，起行到单已经3月1日。财政部苏建宁部长今日是讲，到11月15采用这条管道申请回转来台湾的资金，已经是有235亿了。为着要省厂商倒来台湾投资，政府推出境外资金回馈专法，到底实施这3个月来成效如何？早起财政部长苏建宁伫立法院财政委员会表示，一直到11月15为止，台商申请回转来资金是235亿。我们目前也积极在跟巡回各地跟厂商说明，希望能够资金可以在1年内尽快的回来，进行实质投资。
苏建英表示，境外资金回馈管理运用和扣税条例实施头一档回档的资金适用8%的优惠税率。若是进一步进行实质的投资，会当搁再减半扣税，相当于享受4%的优惠税率。各区各市局已经受理56件申请案，算咧申请回档的资金差不多235亿。头一档上加推高目标只干那17%左右，嘛和外界质疑成效无好。235亿是申请哦，对，核准了多少？核准的是228亿，核准了228亿，真正会回来的。到11月10号为止，已经132亿。你对这样的目标，你觉得怎么样？有些厂商他们对于我们执法规的落实，这个比较细节的部分，他们还是不是很清楚啦。实际上，根据财政部的统计资料，这3个月来采用转发申请回档的235亿当中，总共有89.75亿申请实质投资，目前拢是采用直接投资的方式。主要投资的方式是去厂房、建置营运总部、扩增生产线、买机器设备等等。苏建英强调，虽然目前还有不少厂商搁伫咧观察当中，但是经济部、财政部和金管会已经针对相关的执法规，甲厂商说明，并且伫转发实施1档内，将回档来实质投资，除了享受到税率减半，土地处理成本嘛较低，条件相对较优惠。记者综合报道。做头路有影爱拍拼，不过佚佗嘛就爱趁时机呢。交通部观光局统计讲，扩大国民旅游秋天、冬天这2季补助的计划，开办3月至9单，参加的饭店、民宿者业者超过7700间。旅客申请自由行带暝补助的金额，嘛已经超过9亿8千万。旅游上界加野的5个县市是台东、宜兰、花莲、屏东甲高雄。为着要刺激国内观光，交通部观光局策扩大秋冬国民旅游奖励计划，每一个人上济会当领2000块的补助。根据上新的统计，东部甲高屏地区是上济人去。去宜兰啊，觉得好山好水，风景很好啊，空气很好的感觉。花莲、台东的部分会比较有那种就是乡下那个可以踏青的那种感觉，比较不用那么紧绷这样子。根据观光局的统计，这届补助từ9月份开始以来，参加旅游的业者超过7700间，达到全国63%。旅客申请自由行的住宿，补助的金额嘛超过9.8亿，房间数量98万，住宿嘛达到207万人次。上侪人去的5个县市是台东、宜兰、花莲、高雄甲屏东，变做国内旅游上清的5个县市。宜花东本来就是旅游的一个大重镇，那像宜兰主要是吃到了就是桃园、台北、新北、基隆这一块的这个2天1夜的这种自驾游，它激发了可能银发族会更使用、更利用这一次的机会去花东进行旅游。这波秋冬旅游补助到12月底为止，若是明年1月份过年是休真济天，感谢延长补助来分化各路市场。对这个代志，观光局强调讲，要等到12月份，立法院预算新了才有可能会来考虑，因为各路补助大部分拢是用伫咧小月，毋过过年算是咧大月，要搁评估看卖。记者综合报道。台湾的艺术水阁好，国情解说2句话，互你做参考。台湾好佚佗，我想到一条真好听的台湾歌谣。是叶俊麟老师作词，洪一峰老师作曲的《宝岛四季谣》。今日国情特别拣出来，讲歌词，甲所有观众朋友大家互相来研究一下。头一拍的歌词讲：春天时，草山樱花显娇美，风男绿女满满是，欣赏青春好芳味，轻步踏草青，清风舞人着花片，精彩好情事。是啦。虽然讲这条宝岛四季谣是咧描写台湾各地头的景致，游玩也是咧描写男女间的感情。毋过我亲心访问洪一峰老师，伊是足酷欠、足客气、无话无句的人。迄一日的访问，我到当印象也阁足明的。铺伫我的目睭前，洪一峰老师当面对我讲：“吴先生啊，迄当阵吼，我这歌词叶俊麟老师甲我写讲，春天时。”草山樱花显娇美，所有主管机关的人来甲我讲，但即马草山已经互老总统改变做阳明山，你歌词就爱唱阳明山樱花显娇美。洪一峰老师迄遐故意的人，伊甲我问讲，吴先生，2字的草山
免哪有才调唱3字的音呢？啊，这草山是台北的景致哦。咱过来看夏天、热天的时阵，作词家叶俊麟老师安怎样写？伊讲夏天时，骄阳照着碧潭边，桥影摇来又摇去，水面活泼美人鱼，笑声逗人意，小船摄出乱歌诗，飘飘飞上天。是啦，水面活泼的美人鱼，你甲看，这水底鱼啊，竟然叶俊麟老师有才调写甲讲，伊的笑声会逗人的意，可见现场偌尔热烈，可见现场大家是偌欢喜。小船摄出乱歌诗，正正是船顶有男女间当伫遐伫咧乱，歌诗飘飘飞上天。目前的呢已经来到秋天，秋天时金蕉园边秋蝉啼，黄叶落地声轻微，姑娘伴歌笑嘻嘻，挂着万冬米。水牛表示愿倒意，踏入去水池，见景伤情。叶俊麟老师看到水牛，竟然会甲当作讲甲人同款，表示愿倒的心意，踏入去水池，连黄叶飘落涂骹底，声音安尼吸着涂骹，遐尼轻的声，咱就听会到。比较讲，姑娘甲哥笑眯眯。两个伫遐收万冬的米，你甲看即个安静、即个平静、甲热烈、甲嘻嘻哈哈的心情，比较起来，是毋是有影真趣味？啊，冬天国情就莫讲啊，留伫咧心肝内，互大家做流乱。我赶紧过来报道，刷落去。讲到旅游的时阵，咱第一要紧就是飞轮机，所以桃园机场第3航空大楼。一摆搁一摆经过干性了后的设计图，这礼拜有机会发表出来。啊，毋过立法院早起伫咧审查桃园机场的预算迄当中，当到立委咧批评讲，第3航空大楼的设计图一改再改，袂输是国际的笑亏。当到要求桃园机场公司明年2月底进前，都要提出检讨的报告。桃园机场第3航厦设计图简单化了后，改变结果，招标时间会延到明年。不过爱戴旅客逐年成长，目前平均每一天720架次起落，已经无得负担。有飞行机都要停伫天气平过年。机场公司委请顾问公司评估新起第3航厦北边的天气平可行性。假如北廊天可以先盖的话，它比较可以满足未来这个每年增加大概200万以上的这些旅客进来，因为我们不能叫人不来啊，所以我们希望能够这样做。但是另外考虑预算的整体预算的一个规划问题。机场公司表示，在预算有限的状况之下，虽希望新起第3航厦天气平，买看最后的财务评估，预算未当去超支。那第3航厦修改了后的整体设计图，预计在这个月底对外公布。机场公司这礼拜要甲设计团队做确认。交通部要求先简单化，买检讨原本的设计元素。国际建筑师的设计，它有它的整体性。当你如果剪的三不像的时候也不好啊，所以我们也希望说能保留他们原来的设计的一些精神，然后也请这个陶具公司来做一些检讨。对机场公司规划希望新起第3航厦北廊厅，交通部表示爱看财务评估结果，若是预算不变，原则上无反对。根据机场公司正经的评估，第3航厦北廊厅起的经费差不多新台币70亿，工期差不多3年半。记者综合报道。咱来讲高雄一个8岁的查甫囡仔去到皮肤科挂号，讲伊10支镜头啊拢烘，指甲芳各拢发炎，医生诊断落去才发觉讲，原来是这个查甫囡仔长期间一直绕镜头啊，搁会夹指甲，拍算是因爸母管教了伤过头严来所致。啊，这个皮肤科的医师嘛讲，这款情形若像愈来愈侪，伊一个月平均测都有诊断着2-3组。10支镜头的指甲拢变形，啊，搁发炎，指甲的根部甲肉，伫咧长期抗之下是已经受伤。这是高雄一名8岁囡仔的手，家长当作囡仔是染着灰指甲来找皮肤科，但医生却发现囡仔的镜头是家己造成的咬甲癖，有可能是家长的管教压力伤过大。这个比例其实是越来越多的，可见我们这个社会上可能压力会越来越大，或者是说爸爸妈妈对子女的期待多的时候，小朋友在没有办法突破那个压力，或是
自我要求过高的时候，他们就会破坏自己的身体来表现。医生讲，咬食癖的囡仔常常出现伫管教较高压的家庭，囡仔是透过抗，还是讲甲症甲来疏解着家己的压力。爸爸妈妈若是无爱自我检视，囡仔就可能会变成是无自信的人。除了抗症甲，伫门诊当中嘛出现过高中生因为功课的压力伤过大来带家己的头毛，而且这个比例是愈来愈悬。若是拄着搁较严重的，嘛转介予精神科。有可能你自己对他的一些行为的管教，你可能会觉得这是出发点是爱的，可是重点是你这样子反而是让他有更大的压力存在。不过嘛，有家长讲有当时阵囡仔本来就习惯性把手放入去嘴内底，第一时间不一定会当想到讲是指甲癖，还是讲压力伤过大。不过若是予医生提醒了后，确实会认真来检视，家己敢是真正态度有问题。记者王刘婷、林昭权各样报道。在地上大条，咱来讲教育部接着检举，讲彰化地私立的中州科技大学内底，有个硕士班的学生写出来的论文，内容和学校咧教的科目全无牵连。学生本地来读的是机械自动化这门，不过论文却写对命理、写对夜市遐去。但教育部已经开始下手调查，查了若有事实，就会裁决这乌白放目的科系，停止招生的处分。上课的影响，学生准备上课，伫咧彰化县园林市的私立中州科技大学被人检举，学校的机械甲自动化工程系工程技术硕士班的部分论文，内容竟然完全甲相关的学系无关系。他的这个论文跟机械自动化都非常的远，包括了命理，包括了学校的教学的辅导，它包括了横跨的教育管理。还有命理连夜式的研究都有。全国私校工会理事长表示，经过调查，这个科系为2013年了后的硕士毕业论文，差不多有60成，甲工程技术并无直接的关系，已经偏离系所的专业。怀疑是学校为了招生，为了让系所会使生存来，所以不择手段，反而会让高等教育学店化、也价化。其实我们最主要的是培育这个研究生呢，他有一个解决实务问题的能力哈。那针对这个文部对题的这个事情呢，其实我们在那个106年入学的这一批硕士这个研究生呢，哈，我们就已经要求他们的论文开题呢，必须要合乎系所的规范才能够开题。教育部其实已经收到检举函了，将进行查核。如果查证属实，而且情节严重，可将这个研究所来停止招生。那学校如果还有其他类似的情况的话，我们也会考虑将这个学校列为专案辅导学校。虽然中州科大表示，为2017年开始就已经要求学生的论文开题要下系所的规范。教育部记者司目前已经介入调查，会清查为第一届开始的所有论文，因为各校已经开始为109学年度的招生做准备，相关的调查工作会赶伫咧招生进程完成。若是调查结果甲检举的内容同款，将会以停招来作为处分。记者彰化综合报道。彰化公园，咱来看分林班的149架直线车路，本地是古坑、上湖川塘、草岭主要的交通要道。毋过经过9日地动甲88水灾的霜冻，到当头尾已经20冬，总下来争取着经费，赶紧要施工咯。按算后年3月就会当通车。在地这民众嘛拢真期待，讲到时古坑的观光会用得更较发展、更较抢赢。云林古坑上湖川往草岭149架线道，20年前因为9起大地震了后，放一个路断去，当地村民也是游客要出入草岭，拢爱西路经过南投关塘头，才搁接转去149架线，车程增加20-30分钟。即摆经过各界争取工程费用1亿4599万，10次开始做修复工程。终点这个明隧道口就在这里是终点，那起点在这边那沿路我们会全部来给它修复包括这个耶护染破损的路基下陷的这个路基下陷的部分，然后义滩湾区刚才讲我们都有相关的设施来做一个复建跟处理。分管府表示，149架线长20年，嘛因为安尼影响到当地的观光，为着古坑的观光发展甲健全的交通路网，分管府拟定149架线修复，用3阶段进行改善工程，预估110年3月份的完工。阮伫遮呢用3个这个阶段
来恢复一四九架吼。第一就是阮路段的这个修复啦吼，啊，过来就是吼咱整个的这个吼专段的通车啦吼，过来就是咱江桥的这个新建啦吼，这3个阶段要来恢复一四九架啦吼。真欢喜的，真欢喜的，真欢喜的，因为这个算会当行着家己的路，吼，行着咱家己故乡的路，啊，唔免行着经过别关安尼，感觉上好的。当地民众表示，关渡149架登去了后，村民要登去厝的路是变真远，真侪游客因为爱踅路嘛，无愿意上山，对地方的观光影响是真大。期待完工恢复通行了后，会当互高溪乡的观光变更较好。记者综合报道。交通问题有影是大要紧，为着要配合今年12月潮州甲枋寮这节铁路的电气化通车，台湾铁路局特别举办防灾演习，惊讲有暴力的事件，就是人来放火，啊，佫有工程中间无注意去夹着电车的线路甲设备，才会种种的情形。啊，今日规站的过程嘛，拢演习甲真拄真，咱做伙来看卖。这个乘客雄雄甲刀仔举出来，佮甲放伫牌仔内底的爆炸物仔点倒，规个车厢全烧起来。列车长赶紧疏散旅客，通报警察。警察赶到位，甲野刀仔放火10个人抓起来。接着，我们方洋医院的救护车以10笔来现场。消防人员和医护人员嘛到现场救灾，送受伤的患者去病院。救灾人员立即穿戴装备，迅速展开救灾行动。这是台铁局特种防护团，为着因应宽岛铁路滨东线潮州到枋寮路段铁路电气化通车前所做的防灾演练。另外，阁有模拟旅客放火和电车断电2大事件。按规定，在通车前一定要做一个防灾演练。演练有2个项目嘛，一个是旅客在车上因为不满列车长产生一些纵火的暴力事件，另外一个就是当我们的外来的怪手侵到我们的电车线的时候，造成列车停电。这个演练唔但联合台铁局、运务、公务、机务、电务各处。佮和警察、消防和病院等等相关单位互相配合。那有各位友军的参与呢，那我相信未来在灾防方面，我们一定能够做得更好。防灾演练模拟各种可能会发生的状况，包括成立应变小组、救援列车、电力抢修等等。希望加强各单位的沟通，通伫未来拄到紧急状况的时，赶紧救人，把伤害降到上低。记者综合报道。来讲台东县，因为介管的范围地势较长高，啊，佮有绿岛、兰屿这2个外岛。万宝里若有司法案件，检察官甲警方伫咧办案，路途就真吊弯。但法务部已经提供经费，今日伫咧台东地检署成立科技侦查指挥中心，互检察官会用伫经过电脑镜头、视讯的连线指挥侦查办案咯。网络科技愈来愈进步，渐渐办案嘛要对着时代。台东地检署18启用的科技侦查指挥中心，利用网络结合视讯即时传输的功能，模拟2个侦查庭做伙侦讯贿选的嫌疑人，而且派一组人力用摄影机来去敲吹，即时甲影像证物传回去，互定点伫咧科技指挥中心的检察官，再搁用信息来指挥侦查庭的检察官来问嫌疑人，达到即时搜证、即时侦办的效果。这套系统伫咧指挥中心总共有4个大荧幕，互指挥侦办检察官会当用视讯来掌握全部的状况进行判断。另外，也搁会当配合南市地区死亡收验的定数，尊重南市当地东港死亡、东港落土的风俗，利用视讯进行遗体收验。下葬之后，埋了之后，我们检方隔了几天要过去，带着警察过去，警察又把大体给挖出来给检方相验，那事实上会造成家属的不便跟困扰。重点是在查汇。不过各位可以看到，我们利用这一套科技设备啊，也可以作为一个外岛啊，相应的一个简便的便民措施啊。台东地检署表示，台东县地形较长，真侪所在拢真远，即摆会当利用网络代替车路，伫咧符合法规的状况之下，用科技侦查办案，会当提高检察官侦办的效率。记者综合报道。咱再来看云林埔中马明山镇南宫。万人食饭档这项民俗已经超过100档。今年8月，马明山5年千岁大考经过文化部公告，称作是一项重要民俗的活动。文化部郑丽君部长和部长的主题，科技部的陈良基部长嘛徛讲台来观礼，表示祝贺甲欢喜的心情。文化之才。
化部长陈丽君则是亲身到云林县宝中乡马米山定安宫颁发5年千岁大考，定落为国家重要名胜的证书给庙方，感谢庙方用心传承地方信仰的传统科仪。感谢咱定安宫吼，因为甲侪乡亲吼，甲这个重要的民俗吼，咱的这个信仰吼，甲保存完吼，来凝聚这个地方的感情吼，上重要就是讲咱台湾的这个民间的文化的这个生命力吼，来保存来继续来发展。部长的在地人科技部长陈良基嘛专工倒来到故乡参加这项大代志。咱伫遮大汉，伫遮受这个信仰，让安尼尾啊伫中央政府咧服务。所以今日欢喜，我希望讲咱这个责任嘛，咱甲打起来吼。今日当受到认定吼，我相信啊，不仅是咱定安宫的这个公园吼，是咱整个云林县民的这个荣耀啦吼，所以我们与有荣焉。对于云嘉人500外乡村来讲，定安宫的5年教大科节是非常重要的大代志。请王爷、送王爷仪式祭典几啊个月劳累七彩，是云林上有规模历史的王爷宗教活动。10月底。咱庙内吼做祭典吼，拢每一科年拢有万外尊的神尊倒来感召。已经传承100年的重要文化资产，有纪录片的导演佮文书学者投入，要详细记录5年千岁12位王爷信仰的精彩故事。人讲写册吼，我才会写1个月啦，但是吼，即个月上年我才会去30天啦。咱甲乡镇甲咱5年吼，人甲神明之间的一个故事，吼，咱一个甲写出来。目前全国得到认证的国家重要名属有21项，云林县就占4项。云林县虽然人口较少，也毋过伫民俗宗教文化的深度佮影响力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庙宇，咱想到庙宇内底造作甲请假。云林县的文化处顶日就将大目屎老红林登录做大目造技术的保存者。你像讲本港天后宫、三条轮海清地宫，拢看得到伊的手路。今年已经70个老红林先生功夫拢还袂放，就是望讲将这项工课会用继续传落去。伫古早起庙是真讲究，不管是大娘或者是斗景安排，只要是庙内一底茶，就一定爱做准，也袂当用钉仔钉完全考验大目师傅的技术。也因为完全靠经验加18个功夫，云林县文化处也甲老红林登录做大目族技术保存者。这要做的过程吼，就是爱先画图、放样，再来遮换放样了有做班啊，互才落去画当查的，再互师傅落去做。来用这个木做的吼，是较难看。你看。你逐回来看，逐回看了就好看。大目是庙宇的骨架仔，将基本的大娘条仔安排好势，才当安排其他作品起哩。不管三山殿到拜殿，对金钱卡到天井，会当看到高纸、剪黏、插花有路，搁再看到庙红仔的演出甲故事，都会当看到艺术用心安排设计。我真优秀的一个啦，伫即摆来讲吼，大目屎足少的。庙宇经过历史朝代，经过风吹日拍，来去的庙宇有台湾文化的缩影，也有你我的记忆。大目师傅用心的工艺，互文化历史有保存的空间。建筑的修复甲保存，将优秀的工艺正做建本，互咱不管是拢会当欣赏到台湾工艺精彩。记者综合报道。若讲到西瓜，咱会想讲普遍拢种伫咧溪部的。毋过台中龙井有一个农友，伊引进用大饼仔、芒仔色落去发的细粒西瓜，因为伊顾甲日头晒了有够，所以西瓜毋但水分有够，连甜分嘛拢真饱甜。今日温室伫咧边架仔顶面看到的拢是青色的田，详细甲看红色的芒仔内底就是西瓜。甲一般人对西瓜生伫咧河床的印象真无共款。这是台中龙井区农友钱永杰为着互西瓜更较甜的种植方式。伊专心就是将所有的养分加提供，所有这叶我就属养分吸收的养分提供了这粒西瓜用安尼尔。加入西瓜虽然拢无介大，不过真甜。透过网式栽培的方法，西瓜有更较充足的日头光，肉质也更较幼，而且这种细粒西瓜也有家己的市场。
现在都是家庭的这个成员都比较少了之后，我们是学习日本最近他们在市面上都是一些小型的西瓜，非常的畅销。甲市面上看到的大西瓜真无共款，真用格真用心，甲这世界礼拜的西瓜品种顾好，唔但互西瓜产业有更较进一步的发展，也符合现代社会小家庭较侪的这个趋势，互民众加一个选择。记者综合报道。昨暗伫咧自由广场，台湾人举办“他香港爱自由”的演唱会。香港的作曲家林夕昨嘛献面，伊讲伫咧上界歹的时代，咱来做一个上界好的人。伊也相信讲坚持落去，香港才有希望。昨天你犯了明天的罪，有心的人，原罪是没本事谦卑。甲香港欢送中经营对下的状况唱出来，台湾乐团袂会起诉新歌《上下期》，替17礼拜日暗时的替香港爱自由的演唱会来起歌。他们用黑手打压，赤裸裸实行家法，我们用流水变成盔甲。一日一句拢写着对强权压迫的无奈，写词的人就是伊。伫华语主流乐团起用合作书信的香港作词人林夕。1987黎明来到的那一天，那个画面完全跟香港的一模一样啊！一个是电影，一个是香港的实况。一起舉手，一起的唱。香港2014年的雨傘運動，吳耀明、何韻詩等等的歌手所錄的《天起香港》，就是林夕所寫的詞。歡送中運動發生到大，林夕繼續寫詞來挺香港。我們不是因為認為判斷有希望才堅持下去，我們相信堅持下去才有希望。記者綜合報道。來看台灣紀錄片的導演李惠仁，經過公民團體的贊助，已經開始咧翕香港反送中運動的紀錄片。尤其伊回想台灣的民主運動，在影片中間表示，要讓民眾了解講，自由甲民主唔是簡單就會當得來。香港反送中運動抗爭愈來愈激烈，香港警察甚至警力校園執法，為了讓台灣民眾了解反送中運動的情形，公民團體特別贊助導演李惠仁製作關心香港反送中運動紀錄片《自由杯》，片中嘛個台灣第2名案等反抗維權事件相呼應。我們也透過他們幾個人的故事，然後再讓大家能夠回顧台灣的民主自由，是透過很多前輩奉獻他們的生命，付出他們青春換來的。提醒我們自己說，言論自由還有自由得來不易，但是它同時也有可能很容易就失去。那將來我們要做出什麼樣的選擇？就是我們應該要做出負責任的選擇。長期關心反送中事件發展的公民團體甲港民代表，攏出席10杯首映會，呼籲港府恢復理性，賣予香港的抗爭甲反抗更加惡化。我們要求的是5大訴求，而不是現在港共政府或是中共政府加予給我們的香港獨立。我們想要的是雙真普選，我們想要用民意、我們自由或者是我們的公民權利去建構我們想要的香港。不只是年輕人，而是共同跟台灣走過民主自由的所有的台灣人，一起為台灣的民主運動共同來努力。這出紀錄片未來會上網絡，讓民眾會當自由看，可以在各大專院校播送，讓民眾了解自由民主唔是這麼簡單，嘛更加關心香港，支持香港，守護台灣。記者綜合報道。今年得到53連獎的畫家林成岳老師已經80歲了。雖然伊得到老大人的帕金森這款症頭將近10檔，不過唔捌停止創作，甚至講愈畫愈大筆。一方面伊畫圖，一方面伊一生閣有寫10本美術史有牽連的這款冊，會用講所有的心情攏總係佇遮。無石頭，無能力共款。伊講物件嘛是種生命共款。台灣的溪水長流水，這石頭的倒照影是光愈鏡。
伊是画家林成岳。2008年得 Parkinson 神经系统有各样，不过伊也是坚持创作，一天爱画6点钟。我这个画面是舞台，不是床。所以舞台的话，它就我很自由，把很多我想要的东西组合在一起。林成岳一画就超过半世纪，在台湾无共城市举办画展，要展现咱台湾景致的美丽。就那亲像是画布顶的石头，林成岳的生命历尽沧桑，伊的父母因为战乱，真早就过身啊。6岁伊，天地就是伊上好的伴。苏台美术系毕业了后，到西班牙学油画，经过日治时期戒严冷战，又搁摆因为飞行机失事，险险啊死在他乡。伊对艺术和生命也因此有更较侪的体会。我们这个长期以来是别人的文化殖民地，台湾的面是你的生存空间跟你成长的历程都是非常有限的。什么叫做艺术？这个东西变成一个长期的问号。为着培养台湾新生代健全的历史观和世界观，林成岳写下一本艺术史相关的册，不管是美术教育或者是文化评论，拢会使看到伊的形影。他不仅是一位创作不懈、伟大的艺术家，他也是思考不懈的思想家。尤其是我们艺术史家，而他的艺术史来自于他有非常深邃的世界观。我有时候很感恩的，就是说能够在这里靠我自己的这个创作，我过一种自由自在的生活，但这里面经过很多苦了。今年第41届53连奖颁予伊，林成岳讲，上好的画到今伊还未画出来，伊搁要继续画出对社会的关怀，也有对土地的热爱。记者阿敏珍、张玉水台北报道。来讲，中社顶日出版台湾头一本以台语文当作主题人物专访的册，册名叫做《做伙走台步》。这本册采访24个为台语文的保存甲推广伫咧拍拼的人。阴暗9点。台湾新眼界文化新台湾这个单元，邀请中社张瑞昌社长，甲咱讲台语文的故事。用经典的台语歌曲插入现场气氛。以台语文为主的人物专访的册《做伙行台步》，册中访问24个人物，传授24节小会联喷的台语课。中央社嘛特别举办新册座谈会，邀请受访者来现场分享对台语的感情甲想法。拄仔老师讲喺丘口，我嘛有一个感受呢。但是社会气氛其实无遐尊重别人的时阵，你会唔对？可能台语的消息，大家真拍摄囝是真对这个物件感觉真恐怖，但是过程中就会足严肃去看待这项代志。但是有当时莫安尼啦，就是较轻松的爱互伊先有兴趣。麦克讲台语变成一件有压力的代志，实际互台语融入生活，才有法度互这个语言流传落去。咱咧说这个包括台语的创作，我相信对舞台，对电视、电影等等，拢是会使。咱咧讲的大众文化，流行文化内底，伊会当较开阔。其实不管是布袋戏、戏剧、电影，也是流行音乐，这拢是会当互台语更加融入伫咱的生活中，互台语生活化，互台语无距离。记者杨淑成、林凤明采访报道。意大利的水都 Venice 一礼拜内落3摆大水雨，水位超过150公分高，这也是1872年以来上界严重。地标圣马可广场10月17。搁再一摆宣布关起来了。意大利水都威尼斯17度过下晡1点，水位来到迄天上悬的150公分，虽比东京一切160公分较低，啊，不过因水状况也是真歹。圣马可广场关起来，附近店家无得做生意。为这镜头会当看到落地窗的外口，水比店内灌出真多。这间药妆店是叫水淹入去，药啊拢害了了，店内乱糟糟，让看甲会心惊。L'ultima sensazione di vedere l'acqua che era mescolata col gasolio, probabilmente perché
e negli appartamenti più bassi sarà entrata l'acqua, si sarà rovinati mescolata con i serbatoi del gasolio。威尼斯过去这一礼拜以来，拄到水灾数量是因年真少看到的，嘛是为1872年有官方记录以来，伫今年来出现3摆上无150公分的灌水位。更莫讲这3摆拢发生伫同一礼拜，17出为150公分，15 154公分，12甚至发生53年来上悬的187公分。游客来到浸伫水中威尼斯，毋过减少旅游行程。威尼斯市长布鲁纳罗表示，这届水灾已经造成10亿欧元，差不多新台币337亿损失。Il problema fondamentale è che magari non si sta facendo nulla per concludere il Mose. Il Mose che bisogna finirlo, bisogna assolutamente finirlo a tutti i costi. 无设计会到底上无50亿欧元，已经超过16年无运作。伊是伫2003年启动的防水工程，毋过因为贪污停落来。记者综合报道。全世界各国为着咧烧钱，每年的旅游市场拢伫咧上报。沙特阿拉伯一国推出5个世界文化遗产的风景点，还佫放宽对外国的旅行来参观佚佗这项的条件，总是开放秘密的好所在。佫有甲传统无同的算法，这拢总是广告的重点啦。伫英国伦敦气温是愈来愈低，耶诞节都要来到。测试开播的伦敦 WTM 旅店，沙特阿拉伯居然宣传5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景点。为着抢旅游，无佮要求旅行的外国观光客穿几身裤的长衫，毋过将肩胛头甲脚趺扎起来。无结婚的外国男女，嘛头一摆会当住伫同一个房间，各种改变，想要洗掉去年当局杀害记者哈绍吉引发的国际谴责。We've seen an amazing interest. So far, 100,000 visas has been issued. Saudi is a very safe country. We have a very hospitable culture in our country. The only thing that people need to be aware of is that alcohol is not allowed in Saudi. 有6个文化遗产，一个自然遗产的伊索比亚，这是将观光的门拍开。伫旅店强力宣传，只要伫网络申请签证，5分钟就会当完成。买当申请落地签证。安那亚塞拜然主打必经之路，爱大家莫去过去，亲像菜市场的热门景点。You have beautiful mountain villages on 2,500, 3,000 meters, mountain pastures. People still live a very traditional life. 当局表示，全世界各地旅游业受到冲突、甲天灾影响，心中增班，各国的政治事件，亲像英国脱欧、川普的政策造成不确定，旅游业整体来看也是成长。去年有280万个外国观光客去亚塞拜然，不仅今年增加10%，这摆旅店较加油的，希望2023年有400万人次。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下美国旧金山国际机场，针对旅客有诶因为飞机慢分，也是讲会惊悬，这系情绪方面的问题，安排一组专门的动物医生，其中有一只猪母，名叫做李露，是真古锥，上较引人注目。咱嘛做伙来看卖。头顶机场的帽仔，穿假的李露，直接经过金属探测门，自由自在伫机场航下行来行去。李露是旧金山国际机场动物治疗小队成员，因无定时出伫航下，针对因为班机慢分、有惊悬、甲惊吓发作等因素，造成心情无好、烦恼旅客做按答。5岁朱莉安娜朱莉露是这阵动物名册内的名册，除了会晓用擦红色指甲油的针卡甲人小照问，伊个要配合旅客手机镜头做各种姿势。但佚佗命更轻，阁是有8岁小孩子，感觉无法度相信。It's just they've never seen a pig in the airport. She can do tricks like a dog. When we first launched the program, our main goal was to relieve stress for our passengers. However, what we have found is we have formed a connection with our passengers, and it's been totally amazing. 李露平常时无啉舞的时阵，甲主人等伊落滑，住伫旧金山市中心的公寓，食有机菜色甲2杯子的补充剂，有家己的名床，逐工拢伫徛喺附近散步。Peaks of intelligence of a 3-year-old human child, and for them it's important to stimulate their intelligence.
intelligence and make sure that they're not bored. That is part of her healthy well-being. So volunteering and visiting facilities like this helps her stimulate her senses and her intelligence. 暗过人拢有一寡问题，无得克服，例如嘛共款，虽然讲伫是强拍来对象，伊就无介意任何物件为伊的后壁挖滚。啊，那个人卫生的问题，对动物治疗小队成员来讲，拢唔是问题，因每一个拢有真好的家庭教育，要伫公共场所，互大家看笑话。记者综合报道。咱做伙来关心各地头天气的变化。北部20度到26度，中部23度到29度，南部25度到30度，东部21度到28度，金马平湖18度到26度。感谢你收看今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吴国清，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多谢你。